哇，原來 Parkinson's Law 咁神奇，即係話我平時對時間嘅感覺係錯嘅。冇錯 ，Parkinson's Law 嘅核心就係 work expense so as to fill the time available for its completion。簡單啲講，俾多幾多時間自己，就會用晒幾多時間。咁即係話工作會隨着時間而增加，聽落好恐怖喎。換個角度睇，其實係咪時間可以被壓縮或者拉長嚟用？絕對啱，時間嘅感知係相對嘅，並唔係絕對嘅。呢個就係點解 Parkinson's Law 會發生。點解會相對呢？時間明明就係固定喺60分鐘一個鐘，點解每個人嘅感覺會唔同？其實時間感知主要係受兩樣嘢影響。專注力，如果你專心投入一件事，時間會感覺好快過，但係如果分心，時間就會拉長。時間框架，例如如果俾自己一日完成一件事，你就會拖拖拉拉用晒一日，但係如果淨係俾自己1個鐘，你就會自動集中精神喺呢個鐘內完成。咁即係話我可以縮短做家務嘅時間，然後延長打機時間。Perfect。